对待咱的迄个家人啊吼，某也好啦，好囝也好啦吼，咱必须就是安怎爱有即个慈爱的心。若安尼话人讲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伫即种充满爱的环境内底，伫即个充满爱的环境内底，安尼咱毋好有现在现在的即个家庭啊，现在的时代，伫种有爱的家庭内底，真正咱较有法度生活了，来咧真正快乐。有一天啊阮查囝就甲互我安尼讲啦，伊讲妈妈，我感觉足奇怪的，阮做是同学啊朋友，他跟他们的家人都很多矛盾，甚至有的都离家出走啊那样伊就讲伊安尼去甲伊观察下伊甲互我看，伊讲妈妈，我感觉讲我们家还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家庭我甲阮讲呢，我们是有道的家庭嘛，所以他说怎么样就变了。他观察在道场的那些前贤啊、阿伯啊、叔叔，真正是安尼嘞，大家拢安尼就足和蔼，家庭就圆满。就他比照外面的他的那些同学，他觉得差很大，差很大，这就是差别。所以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圆满，幸福圆满。那相对的，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则家衰，家衰会毁三代。一个一家之主，若无有经济好，愿意去承担家里辛苦，老爸都有这边妈妈就辛苦，阮这样就是这种家庭大的。年轻的时候，阮爸爸拢去照顾别人的家庭，阮妈妈一个人请阮7个囡仔呢，阮妈妈是辛苦，所以我们看在我们的这些孩子的眼里，我们就知道妈妈非常的辛苦。所以阮7个兄弟姐妹，大家拢安怎，拢做相亲相爱，当和谐，和谐。所以讲了伊讲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就讲，这囡仔伫这种环境之下，无温暖的环境之下，他有没有自信心？他过得就没有自信心了。伊会自卑呢，对无？所以讲，囡仔伫这种环境之下，伊无信心，伊会自卑，若安尼，才会有前途。一个无自信、佫会自卑的囡仔，以后若伫外口的小孩，怎么去跟人家竞争？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啊，所以他的前途会好吗？不会好啊！毋是不会好了，家衰衰毁三代。人讲好也有四时，贫穷也有四时，贫穷也有四时呢。不健全的家庭也会四时呢。所以咱若咧讲着，某名人伊的做安怎会推到他所谓的原生家庭，有没有？这个原生家庭的延续的关系，一来了，它影响的是下一代。所以说家和万事兴，该由谁来负起这个带头的责任？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才说父慈嘛，爱父爱子。家庭要圆满，第一首要的是大人，做是大人，毋是爸爸尔，爸爸妈妈嘛是。咱拢爱有一个邻里之爱的心，咱差不多家囡仔带起来。若要上好是带到上好，就是咱歹教咱就有别人教，要有是所以这个叫父慈。那子孝呢？子孝，一个家庭要圆满，除了爱有迄个是大人，爱有慈怀的心以外，做囝意思者，嘛爱知影要安怎孝养父母爱知影要安怎去孝养母母，安尼家庭相互之下，家庭才会圆满。那讲到这个孝顺，各位，我毋知咱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说，人讲时代无共款，时代变迁嘛咱即阵若甲囡仔讲着爱孝顺嘛咱的囡仔拢会安尼甲你讲。咱囡仔来像学校来甲阮囡仔伊讲就讲咱较早的迄落做人囝20岁就安怎，阮甲讲阮较早阮细汉的时候，阮迄摆的爸爸妈妈就是安怎，就爱好像阮甲阮囡仔讲，阮
阮要过来是阮妈妈同阮交代讲吼，爱甲爸爸妈妈做生日，爱甲迄个先生生日拢爱去拢来做生日，就讲这些给孩子听啦。跟较早甲阮教过是安怎，咱即摆大家讲互囡仔听，囡仔你甲伊讲咧，伊拢讲吼，你毋要讲，你拢甲阮道德绑架，拢讲我咧甲道德绑架，所以讲咱有感觉讲，咱即摆的下一代愈来愈歹教。咱若甲伊分享咧，伊不但伊会感觉伊足烦的，甚至拢感觉咱咧甲分享。所以这个孝，说实在的虽然开表咱嘛是唔讲，因为为了要我们有一个圆满人生，所以孝我们怎么去孝？所以讲咱咧以前伊就讲嘛，讲啥物叫做孝啦？讲关于子女讲，你事本好良心啦，就是爱依着自己的良心，去对待嘛。皇太父母就亲像爱惜子女同款，促进父母就亲像咧将阮子女同款，即句的意思是咧讲啥呢？上简单就是讲，请问父母含子女对一代付出上多？咱感觉对一代付出上多？永远拢是做父母的人付出上多好。父母对囝，人讲真正拢王法无安尼嘞，无当讨论，食饭嘛无当讨论。我拢听人讲，阮兜有三个诈骗集团，我逐工拢有即个诈骗集团内底，过了咱阿妹，我嘛来你咧要甲你讲啥？来你咧甲你骗啥咧开玩笑是讲意思是讲咱对囡仔的付出，真正是当讲无咧算啦。所以讲咱囡仔若要甲囡仔讲嫁咧友好是做啊，敢若讲安尼个你若会当对恁的对恁囝儿的心，用你对恁囝儿的心来对待我，安尼就是真正的真好。讲安尼是搁较客观的，较保守的。咱真有真侪父母你甲囡仔拢讲安尼讲，因为真有足侪子女，唔认唔带嘛，有安尼无？唔认唔带，啊，拢是啥？是宠物嘛所以讲有即个，咱讲到即段，咱拢讲要求咱的子女会当亲像伊咧对囝同款就好。其实咱老爸，互咱看一点咱即个父母敢若即个父母尔讲你看到啥物？讲你有看到啥物嘛？你红太迄你敢是父母？无嘛毋是嘛所以讲咧，有一个父母，伊就甲因的媳妇讲啦但后生媳妇讲，伊讲你对我若要友好我无要求啥物啦，我只要求恁对待我，就亲像咧对待恁的宠物，安尼就好。即个领导意思是安尼啦，你啊我袂当收啊，最当收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讲了嘛，咱要甲囝要教因囝其实现代人就安尼就好啦。你甲讲你看你安怎对恁囝，安怎对你的宠物，用迄种心来对待人就好。安尼咱就不讲起啦，是毋是安尼所以讲父子子孝，真的是咱就是当互咱有福报的一个，要互咱的人生有当幸福永远的一个条件。非常歹势并不是这样所以讲出这物件，咱讲无对啦所以非常抱歉每天咧人常常处处咱讲不足的所在让咱的不足的咱的将来说能够有一个咱来互我支持。因为时间的掌控无该好势，所以呢，伫遮不足的所在，互我伫遮呢，手头上咧注意下者，帮咱存钱呢，咱来互我支持。以后若有时间，搁来甲咱分享，安尼敢好？好啊，今仔日
感谢讲师慈悲，前到一公，分到一公，这里都有掌声鼓励，感谢慈悲。请休息到45分。这个什么？